周柏豪報告總司令，作曲編曲蔡志浩、楊振邦，填詞黃偉文，監製陳光榮。這個地球像你所想放流，注滿低等的智慧和異獸之後，穿得暖氣得夠，但全球仍然悶透。有人熱夠，新衣着舊未走，對污染卻沒搶救。歡迎晒柏豪，你好啊！我真係咧做呢個訪問之前咧喺度諗啊，佢對上一首派台歌係咩？都諗咗一陣子啊！呢個意味住咧就真係你好似好耐冇派歌。係啊，所以頭先聽到阿麗一講自己個名咧，其實自己係有啲感動，即係好似好耐冇嚟過有自己嘅新歌，係即係唔係做宣傳，但係其實我哋成日都見到你嘅，因為你都係音樂愛好者啦，大大小小嘅 show 啦，係啊，你係我同事係叫我 show 霸，你係好投入，大小 show 都見到我。OK， 喂，咁其實話耐啦，幾耐咧？上年10月啦，其實。即係最後的3分16啊，係我自己寫嘅歌，係啊。香港樂壇真係奇怪咯，其實只不過係半年啫嘛，但係我哋就好似覺得好耐，係耐，因為太多啊。咁會唔會就係養精蓄銳咧？或者公司有啲部署俾你，喂，唔使咁密㗎，出得嚟。都可以咁講嘅，同埋都揀歌嘅時間都比較耐啲，因為其實因為歌好代表歌手啊，即係形象啊，或者歌路啊，咁都要經過一啲即係好長時間去考慮一下，同埋都呢樣嘢唔急嘅，即係揀好歌為主咯。我哋咧就收到呢一個報告總司令啦，一聽落去曲風啊，或者歌詞內容啊，你嘅演繹啊，唔係嗰啲甜絲絲咧，就知道應該唔係情歌嚟。係啊，我自己一首幾中係即係好中意嘅歌，因為我自己係好中意聽 rock music，咁所以編曲啊，或者唱腔啊，或者感情嘅投放都係即係做翻啲 rock 嘅嘢，係自己會覺得投入多啲嘅。OK，咁其實我哋之前認識嘅柏豪，譬如有佢嘅同天空啊等等，或者佢嗰啲佢行出嚟，雖然佢個樣係應該係氹妹妹嘅，即係我意思係講佢靚仔啫，我唔係話佢有咩舉動，但係咧佢嘅音樂咧又好似唔係真係要派糖嘅，即係唔係要冧女仔嘅，呢個會唔會都係你自己唔想做嘅嘢？我自己想做就係即係希望喺音樂裏邊即係講嘅嘢或者音樂嘅風格都多元化啲，因為事實上，歌手我覺得自己唔可以係唱死一個曲風或者唱死一類型嘅題材，應該俾到觀眾新鮮感同埋多元化啲嘅。OK，咁呢一首又係身在乜嘢咧？係一首講環保嘅歌。其實一開始錄音嗰陣時有個困難嘅，就係喺度同監製選擇用一啲咩腔去唱。咁其實收到份詞聽咗個編曲，其實係覺得不如試下用一啲玩嘢啲嘅腔去唱，或者用一啲好誇張、好惡嘅，因為睇到歌詞係嚟毀滅地球。但係其實諗深一層Wyman 寫嘅詞其實唔係話一嚟到個宇宙散兵就嚟要毀滅地球，其實以一個報告嘅形式去報告翻個地球做緊啲乜嘢，咁所以最後都係選擇咗3個腔，其中即係中間最平淡、最冇乜嘢，即係報告形式嘅腔去唱呢首歌。OK， 咁所以我哋聽到嘅時候咧，可能有少少咧因為報告嗰啲咧唔應該有太大嘅感情㗎嘛。因為我係嚟觀察嘅，我好公正，即係鐵面無私嘅。我嚟到你哋唔愛惜地球，唔愛惜身邊嘅人，唔珍惜大家而家擁有嘅嘢咧，我就要毀滅你。但係如果你係好嘅話，我就唔會毀滅你哋。係，跟住嗰度咧佢就游翻啦，溫柔翻啦。之前嗰啲咧就話俾你聽係咁噶啦，咁我啦，一常我知道收到呢樣嘢咁樣。喂，咁即係話其實你係收到 Wyman 份詞。即係因為個題材講呢一樣嘢，或者佢已經設定咗你係一個散兵啊，所以你先至投放呢啲嘅感情。係啊，所以都同監製傾，都猶豫咗好耐，應該用乜嘢唱腔去唱，最後都揀咗呢個即係平淡啲去演繹翻成個故事嘅發生。咁呢個題材又係邊個揸住嘅咧？Wyman。我收到份詞都好驚喜，因為個 demo 本身即係其實個曲風其實都差唔多嘅，咁但係個歌詞本身 demo 就係講愛情，即係就算個天冧咗我都會繼續愛你，即係好肉緊嗰樣嘢嘅。咁但係我收到完全唔同，反而係講一樣我一直都好想講嘅嘢，就係環保。咁其實我諗我之後嘅歌都會講好多即係世界性環保嘅嘢啊，公平貿易啊之類一啲好有 message 係啊。咁但係呢一首歌係我開始講
社會性嘅嘢嘅第一步咯。哇，好大份禮物喎！喺都為自己為個地球做少少嘢啫。OK，咁入邊咧有一啲歌詞咧，我就唔係好明白嘅。咩叫做我是428號宇宙散兵咧？嗱，通常呢啲咁嘅數字咧就係關自己啲生日啦，係咪？或者同女朋友相識紀念日啦嗰啲嚟嘅。428係咩嚟嘅？其實我由細到大都有一個 number 嘅，就係8號，因為8號有個音就係叫柏豪。係啊，我見到呢個直播室上邊有禁止搞 get 呢個牌，但係其實佢唔係 get 嚟噶。你係光仔同周海光啲 friend 嚟㗎？唔係，跟住本身其實 Wyman 係寫425號嘅，但係喺425號就有啲喺唱歌時有啲難唱，咁所以5字又要有 N。係啊，咁所以之後就話俾 Wyman 聽就話，不如提議改咗係8號睇下得唔得啦？咁佢就即係冇所謂㗎。即係啱音又係啊，咁就改咗落去，即係42小隊嘅8號柏豪。係報道一上喺度。我哋留意下啦，柏豪咧用咗好多心機同監製一齊咧諗下點樣去演繹嘅，所以我是428號宇宙散兵。嗱，聽到呢啲住這地殼，看住這星，冇乜 feel 嘅。我意思係冇乜感情，係特登嘅。大軍應該冷靜。我奉了命2600日看清，看清這裏秘密地形。今天決定。無用殺戮而取勝。要是武林決定馬上派兵，你會炸掉了最笨那星。平凡的生命，無聊的生命，或者真的過剩。要是當做廢物那樣殺青，來年沒有餘慶。留下看人類笑和淚，也算有趣事情。這個地球像你所想荒謬，注滿低等的智慧和異獸之後，穿得暖吃得夠，但全球仍然悶透。有人研究新衣着舊美酒，對污染卻沒搶救。攻佔地球已過但我喜歡這裏有人為我守候，真心當我好友。比賽之際會服做對手，浪漫有矛盾，但在月球裏沒有。世上最爛笑片，再到處亂逛拍下照片，閒來通通變，吃個好杯麵，就得這些片段。困在血肉裏面這600天，重提上大微暖。難道我懷念，太懷念，抗拒再被直上晶片？這個地球像你所想荒謬，注滿低等的智慧和異獸之後，穿得暖吃得夠，但全球仍然悶透。有人研究新衣着舊美酒，對污染卻沒搶救。不要定案，全部戰艦撤走，給我時間，隨時再多兩週。攻佔地球已過捲起衣袖，但我喜歡這裏有人為我守候，真心當我好友。比賽之際會服做對手，浪漫有矛盾，但在月球裏沒有，魅力沒人有，就是地球客獨有。
後生仔好似柏豪咁嘅年紀咧，唔一定係談情說愛嘅，係可以關心呢個地球，關心我哋呢個社會嘅。雖然你話咧就未拍 MV 嘅呢首歌，但係都好有畫面喎。其實係啊。我自己喺呢首歌嘅歌詞咧，領略到另外一樣嘢，即係唔一定係話有個人去報告俾佢聽，可能自己都係自己嘅總司令咯。即係因為我細個，我爹哋媽咪會同我講，即係話每一日瞓覺之前都試下 rewind 一下。總結一下嗰一日你做過啲乜嘢，咁先會有進步。咁你如果睇翻歌詞裏邊，其實都會領略到，其實我哋應該成日都要報告同自己嘅總司令，即係自己去報告自己嗰日做過啲乜嘢。如果唔係就等於毀滅咗個地球，等於毀滅咗自己。即係檢視下，究竟今日有冇行差踏錯咧？有冇掉多咗一嚿垃圾咧？咁先會進步，同埋成日會 remind 住自己。OK， 咁就係阿烹仔嘅 in-house composer 咧，應該係咪？蔡志浩亦都係即係作過俾軒仔他的故事嘅嗰個。就為你寫曲嘅，就 Y 文填詞，蔡志浩編曲，咁啊依然係烹仔監製你啦。冇錯，師傅。係啦，呢個師傅其實你同佢真係好 close 啊，close 到不得了啦。咁佢再要監製你或者錄一首新歌嘅時候咧，仲有冇嘢同你講嘅咧？因為你知有時太熟咧，好多默契喺入邊噶啦嘛。我太熟反而即係好啲添，即係有啲乜嘢唔驚難為情啊，或者你唱得差，你就係差，真係差。呢個位你應該點樣唱，可能會仲直接啲添，所以佢最常話你嘅會係咩咧？拍子啦，有時個人心急，想件事快啲做好，咁啊可能拍子上邊就會搶咗，或者比較唔定啦。咁所以呢樣嘢係要不斷咁成日 train 住自己嘅，即係拍子呢樣嘢。OK， 咁我哋就啱啱聽過咧周柏豪嘅最新派台歌啦，亦都係佢嚟緊嘅一張專輯嘅第一支派台報告總司令。咁我聽你唱片公司嘅朋友講咧，你嚟緊嘅專輯路線咧都幾特別啊，起碼我係第一次聽嘅。佢就話咧咩話會擺埋之前嗰啲 plug 歌落去，跟住我話吓，咁咪即係精選？唔係精選，未到咁啊 grade 去叫做精選。其實你哋個 planning 係點樣嘅咧？希望去即係好似以一個 EP 嘅形式，即係有新歌，咁但係都擺翻一啲我以前 plug 過，大家都應該聽過嘅派台歌落去。咁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即係未聽過我舊歌嘅人，可以喺呢隻碟裏邊聽到嘅新歌同埋舊歌，但係唔係以一個精選嘅形式，真係。因為自己真係未到嗰個 level， 未到咁嘅 grade， 同埋你好似仲係新人，係啦，第3年，我新人獎冇幾耐，日子未到啊，咁所以希望可以多啲人認識我嘅舊歌，同時介紹一啲新歌俾大家識。不過的確係有背後用意嘅，因為而家其實唱片公司都要絞盡腦汁噶啦，一來有太多媒體啦，同埋樂迷嘅 generation 好唔同啦，或者樂迷佢哋聽歌嘅取向又一路喺度變緊啦，好難捉摸嘅時候咧，就好似要用唔同嘅招數咧去招呼大家，或者令 serve 得大家更好。同埋即係大碟我都會希望上出，但係因為大碟可能講緊係10隻歌，派台宣傳只不過係可能3隻或者4隻，咁其他嗰6隻啊5隻就會好似少咗人認識，就會嘥咗。咁不如將另外一啲。將呢啲資源投放喺其他嘅嘢度，好似個效益會大啲。所以都越嚟越聽到唔同嘅唱片公司咧，會有唔同嘅招數，即係或者未必叫招數嘅，或者佢哋嘅想法啦。有啲就覺得10隻歌我要 plug 晒，係啊，呢個都得㗎。係啦，因為就係頭先嗰樣嘢，喂咁即係創作人嘅心血嚟喎，冇理由一隻大碟淨係聽到3 plug 歌，跟住又完啦，又有第二隻。係因為個市場同埋趨勢喺度變緊，咁所以大家都要變下啦。咁而你背後嘅智囊團咧，就覺得其實柏豪又好似介乎新與唔新之間，咁又唔好嘥。之前可能真係有人未認識佢嘅，咁就點解要嘥咗之前嗰啲 hit song 咧，或者 plug 過嘅歌咧？咁就諗住擺埋落去嚟緊嗰張專輯度啦。咁就再加幾多首新歌咧？其實係3首新歌，裏面亦都有自己繼續去創作嘅。有一首歌係自己曲詞編唱啊，咁所以。又係一個好嘅機會，係好緊張啊！因為前幾日聽到 mixing 之後，我自己覺得好滿意，咁希望到時即係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下。會唔會都係你一貫中意嗰啲 rock 地嘅？rock 地，但係嗰一首歌係好開心嘅，係唔一聽到大家會覺得唔似周柏豪嘅歌。係咁，所以我都你自己寫嘅歌睇唔似。係啊，即係個編曲同埋嗰種風格係完全唔似嘅。咁希望可以即係快啲同大家分享下。你好緊張㗎，係咪？好緊張啊，真係好緊張啊！又等咗咁耐啦，睇咗人哋嗰啲 show 咁多啦。係啊，係啊。咁除咗會有舊嘅 plug 過嘅歌啦，有新嘅歌啦，有自己寫嘅歌之外，咁而家啲樂迷買唱片咧，即係或者你要吸引到佢哋去買唱片，而唔係喺網上邊就咁 download 嚟聽，或者喺網上邊買嗰隻歌咧，就可能
會有一啲巧妙喺入邊啊？係可能你嘅文案啦，係你嘅相集啦，我自己好中意影相嘅。係啦，會唔會嚟緊都擺埋落去咧？會啊，其實因為我自己都係，我買咗一啲唱片翻去，可能將佢過咗落去電腦度save 喺自己個隨身聽度，跟住隻碟其實已經好似唔會再掂，擺埋一邊啦。係咁，所以好嘥，同埋亦都覺得咁樣係好似個資源好似唔係好利用得好去到盡，或者我成日覺得好似重複咗啊！即係有隻 CD 嘅硬件喺度，但係其實我唔係用嗰隻硬件，我只係用一次嘅啫，上咗落部電腦度，我就唔再。所以可能裡面會放多一啲自己嘅創作落去，咁令到佢可能會變成一個收藏品，咁就會係另外一個睇法咯。咁會係啲乜嘢嗰啲？希望我擺自己啲相同埋自己寫嘅嘢落去，咁放多啲自己嘅創作啊，自己嘅感覺落去啊，希望歌迷亦都可以即係支持啊。係啊，柏豪啲相係幾 good 㗎，多謝你。同埋佢嘅觸覺其實係幾鋭利㗎，佢係會用鏡頭咧攝獵一啲咧可能你平日唔覺嘅嘢，佢都影咗落去。社會上大家忽略咗、遺忘咗嘅一啲瑣碎事，或者可以上佢 blog 度睇一睇啦。咁我相信你哋嚟緊專輯咧會收錄以下呢一首歌啦啩？係冇錯啊，同天空啊，唔好計新定舊，總之你未聽過嘅就係新歌咯。係。我試過懶理別人從旁，放任隨處蕩，也試過漆黑中找哲理。儘管不夠光，快告訴我哪裏已中了禁果。我要去哪裏，哪裏只會有曙光。過去已過去，過去已印證出答案。我要擴闊我天空，暢遊星空，只要堅守便有夢。你與我同分鐘，從天空身份相同，你我同樣身份比天高，你我做到世界大同。你我也是呼吸到氧氣，也是同氣味，你我有着精彩的結尾。不需跟我比，你有你武器，我也有兩臂唱起，我也會泄氣，也試過寂寞到死。我倆要勇氣，勇氣會化作新哲理。我要擴闊我天空，暢遊星空，只要堅守便有夢。你與我同分鐘，同天空身份相同，你我身份比天高，我會越過這天空，旅途之中擁有雙手便有用，哪裏向南西東，誰不懂怎麼相容，你我同樣穿梭空氣中，也會撞到。我咪對於唱片公司嘅呢個舉動有乜嘢意思，或者有咩意見呢？唱片公司用心良苦，的確係想更多人再認識佢。所以喺嚟緊柏豪嘅專輯入邊咧，都會加入佢以前 plug 過嘅歌。雙手便有用，哪裏向南西東，誰不懂怎麼相容，你我同樣穿梭空
好中意樂迷咧喺我哋 forum 度有好多好建設性嘅意見啊！頭先咧柏豪咧自己解構過自己嘅唱腔啦，或者佢嘅用心。咁有呢一位咧 THEO 嘅樂迷佢就回應佢話：喂，既然係咁，不如玩盡啲啦！你要扮報導員啊嘛，扮 reporter 啊嘛，會唔會喺嗰段加啲電子嘢咧，或者扭把聲咧，等等等等咧？好，我將呢一個嘅 message 咧 forward 俾阿烹仔先，希望烹仔咧可以諗一諗啊。咁另外咧亦都唔同嘅朋友咧都對頭先柏豪嘅新歌咧有意見嘅，例如有一個好搞笑咧就係話：喂，我一聽嗰時以為係 Kilolo 嘅主題曲添啊！由叱咤樂壇周柏豪熱鬧樂壇。新預言書恐怖現世，世界將會如何改變？命運之子出現，係人類最後嘅希望。ID 再造大氣候，第三搞作20世紀少年第2章最後之希望，延續第1章熱潮，20世紀少年旋風再度席捲全球。ID 人即上my903.com 參加搞作，有機會贏取電影換票證。流行事變活在同一陣線，903 ID Club Manhattan ID 信用卡跟你遇見。本片青少年及兒童不宜。闊別年半，堅持勇敢做回自己。早年蔡依林強勢加盟華納唱片，全亞洲同步首播主打歌《大丈夫》。美麗推介妥協花蝴蝶。蔡依林2009全新專輯《花蝴蝶》回饋香港樂迷，特別推出熱購限量版，附送精美吹氣 cushion、mouse pad 及 memo pad。CD 現已經驗面世，華納唱片。等咗你哋咁耐，幾時嚟㗎？你等緊邊個啫？17啊！今個星期5啊，義文同 Alan 呢會上到去萬世巨星同I Love其中一個成員 Jam 歌啊，好期待啊！會係邊個I Love成員啊？應該係 Donald 啦。Alan 彈吉他，義文同 Donald 唱歌。係啊，唱民歌啊！哇，好 heavy metal 啊！假使你仍舊有我，因此會快樂。叱咤903大放聲色。Song My Team 叱咤903，一年一度香港寵物節，提提你。